搁再问你一摆，你是不是愿意归到我国？嗯？切生啊！国王伫咧问你，竟敢无回答我？明明伫咧找死！八强，现在将得请你那个人，家己来我门斩首示众，遵旨。来啊！阿落去！献计请门迎。新礼叩见父王千秋。奉你平身。下父王。皇帝，你为何突然间上殿来如此斩刑？请父王下旨，先将狄青大个人押禁起来，新礼有事启禀。哦，阿强，现在将狄青因这家人暂时押下，遵旨。来啊！阿去！父王，狄青乃是奉宋朝天子之命征召西辽，伊是奉造我国，并非有意来侵犯我邦。哼！既然是误造国土，又为何又夺我三关，搁斩我四位大将呢？哈！父王，事实讲，我邦的三关四将嘛有几分的唔对啊。伊一个看宋兵扎赢，就无份清风作兵，提兵出战。听你伫咧讲的意思，你敢若是爱父王将狄青因这家人，甲伊放倒转去审？父王，狄青因六个人，乃是英勇无敌，假使咱来当良言苦劝，来投降我国，岂毋是为我邦加添一支的胜利分啊？哎呀，就是狄青，伊死都唔肯投降啊！请父王将狄青因六个人交予新礼处理，新礼自有办法可劝因投降。有理，有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若将本帅杀死，我也袂归顺你这个番邦啊！狄元帅，你的忠勇实在使人敬佩。番婆，你甲我带来这个所在，你究竟是啥物目的呢？哎哟，你这个人哪安尼啊无同情理啦？敢讲阮公主伊对你好，你一点仔都看袂出来啊？对我好，哼！是啊，狄元帅，你想看卖咧？若毋是阮公主对你好，你到世的时阵敢还阁有性命是？什么？你讲，你是啥物企图咧？哎呦，公主啊，若毋知影啦，阁煞了代志哦，还是你家己去讲啦。哎，小官，好啦，公主，啊无吼，我将因带落来边啊，啊吼，你面皮啊结较高咧呢，想要讲啥就讲啥，毋免惊见笑。小官，番婆，你到底是要变啥物把伊讲来？虽然阴言早注定，我却不敢对伊来表明。如果伊若不答应，敢是叫人难为情。总无总有无路用爱我几项不可能，动动天条一种量做不惊死假贪心万岁千万不改，生死单凭你的安排。
我。骂你就骂你，死人云！哼！回去，这是件羞耻的代志。哼！咱国文武官员遐尼真多，认真挑选，你无爱，你偏偏你爱一个中原的人，这，哼！这是咱杨梨月升下山的时阵，伊的师庙罗山圣庙交代讲，伊甲竹青有宿世良缘呐。胡说！不准，不准就是不准！父王，这是师庙的交代。假使是你若袂当甲伊竹青成亲，我甘愿倒转去罗山背叛师庙。永远都无爱转来。杨丽，你乱来，真是乱来！公主，你又何必为难杨丽呢？我看竹青伊人才出众，风度开扬，又搁是大国之孙，伊甲咱杨丽嘛是真顶对啊。哎呀，而且啊，你想看卖？这青魔国来侵犯咱国，假使若无将伊杀死，又搁将咱皇帝来废为妾，嘿，岂不是受各国甲咱踢笑？这话嘛免安尼讲啊！竹青伊奉旨西征，误走国道，这是平常之事啊。虽然讲伊过关斩将有毋对，但是我帮的首将嘛有几分的不是啊。是。龙主。咱杨丽，咱只有杨丽一个查某囝尔，敢讲你就忍心看伊转去深山受苦是？咱就顺从伊嘛。是。何况咱杨丽若是甲竹青成亲，我帮甲中原两国。岂不是会用永保太平安康？杨哥，竹青的死都唔答应。竹青的代志，我有办法，你才由我来办定。受路影响。五子也好，变五子猫啦。哦，那嘛是你这蒙牛惹出来祸端。兄弟，若摆你人带唔着路，五日这生生国，众兄弟免惊受苦啊！你搁讲讲话，你搁点点。都是。点。哎哟，大哥啊，他拄仔迄个环保啊吼，是甲你带去倒位？伊是甲你讲啥啊？无体环保，竟敢会向我当面的求亲。哈？求亲？大哥，你是有答应伊啊无？我特称，敢是迄种贪污好色、卖国求荣的人士？元帅啊，免遐尼正安尼过
某上啊挺强啦。啊，你若家一点仔招亲对无？啊，阮逐工拢有烧酒啊汤水咧，搁自由咧，啊，免人哭到安尼。譬如你我对伊，点去就点去嘛，莫讲就莫讲嘛。为着我即下都袂用咧开喙啦，若开喙毋是红马就红拍啦。点点点点。大哥，你无答应八母公主这件婚事，我看伊绝对毋帮人干忧。大不了是一死。德清，我就是皇公主的旨意，就来向你提公主的亲事。哼，我是天条之术，岂能甲你小小还帮结亲呢？德清，我帮公主是金鸡玉秀，你若甲伊结合，也配你会记。就算伊是千金，我也无爱。德清，安怎？你敢知影讲你若无答应这门亲事的后果啊？后果由恁做害。好，既然你敢一口不绝，我就照公主的旨意来人啊！行古书哦。是。我将从龙最旨，直请恁六个人行到死为止。大哥，兄弟，你免担心，愿愿是死无归。对啦，大哥，阮大家拢无咧惊死啦。我唔惊，你唔惊，我惊，我惊死。万岁啦！拜托你都甲答应去啦。啊，你踮遮招亲倒，啊，你就害阮大家踮遮用台，招点贵。啊，你这个无胆的匹夫啊！哦，我无胆，安尼你较有胆，安尼你有胆掠大声，我在后壁。来呀！押你个出来！我想也是答应有靠，答应，假心答应，答应啦！用兵行。大哥啊，人讲南条甲北条拢嘛同款一条，嘛同款是食饭甲穿衫的。我看你答应好啦，免让阮这兄弟仔伫遐受苦，互阮加活2年啊啦。对咪？答应啦！用血行啊！想要看伊艰苦而死，你就赶紧答应啊！嘿，答应啦！
紧是知哦，无人伤害我兄弟啊，命丧生气。第四我也来不相命，兄弟，生来的东西啊。现在就以照顾得到朝中了人为国相哩，要死就壮士，要生壮士。我也甘愿你当鬼子了。我死啦！大哥啊，我看你都先答应，以后再搁做安排。老求你。答应了。好，用黑行啊！是。兄弟，大哥，行，我看你也是答应他，你答应？哼，假是唔答应，来人啊！是。迄两个新国台。是。大哥，我求你，你还是答应。因两个已经死啊，只剩因两个。大哥，要我答应，都为那位现在再好我怎么答应？公主。狄元帅，假使我来当属于朝中以及诏狱互活起来，你就肯答应是？好，因两个若会当再互生，我就答应。来啊！来。好嘞。大哥，咱想袂到，阮拢无安怎，我死，还袂死，我无你。狄元帅，你的兄弟，我连去甲叮当着都无，遐会受刑的，拢是我帮伊使唤。怎样？君子一诺千金，你袂叫过啦吼？要我答应，还搁一个条件。还阁有条件？你若是要叫我答应这件代志，你放走我作为兄弟，镇守你的三关，我才答应。这毋较简单，我答应。杨太君，已经请了尊重圣旨，也到无出事情过。达官斩将，那论罪应当得死，而且为主孤言，也到在平帮剿为驸马，那论罪才随地救助。不可能，我的囝伊绝对袂安尼做，伊无可能会安尼做。圣旨已经下来了，你给我带天家后事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